大家好，我係你嘅星咧主持人阿星。尋晚咧就經歷咗一個驚心動魄嘅晚上啦，係嘛？唔知大家有冇現場睇啦，或者睇啲直播啊，諸如此類啦。咁今朝咧好多媒體啊、新聞啊都大肆報導噶啦，就話咧尋晚呢個特集會啊，唔係特集會啊，唔係特朗普習近平啊，係特朗普同呢個澤連斯基嘅會談咧就破裂，咁簽唔成咧嗰啲稀土協議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協議。好多分析都講咗啊，點解簽唔成啊？諸如此類，我就唔講呢啲啦。點解簽唔成？大家好明顯見到噶啦，陣間會講少少嘅嘢。咁我今日咧係想講咧，嚟緊啊，究竟歐洲以至全個世界啊，會面對咩問題咧？係嘛？嗱，首先，琴晚嗰個會談咧，大家都睇過噶啦，係嘛？咁有幾樣嘢我都想講下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在於澤連斯基咧，佢真係覺得自己喺呢個場合裏邊咧，同特朗普係平起平坐嘅。咁你問我咧，即係如果以一個樓宇買賣嘅嗰個邏輯嚟講咧，雙方坐得出嚟係嘛，準備動筆簽嘢嘅時候咧，應該嗰啲價錢啊、條件啊就傾好晒㗎啦，已經就唔應該咧去到臨門一腳咧續再反口嘅。當然我都見過唔少啲情況係咪買嗰個縮沙想平少少啊，賣嗰個咧就業主咧想貴少少反價都見過，都唔係話好罕見。但係咧當然係嘛，呢個只係一個比喻。呢啲國際層面嘅協議咧，肯定就唔係買樓咁兒戲㗎啦。如果大家認為買樓唔係買棵菜係嘛，都好多人咁講㗎啦。買樓都係咁大件事嘅話咧，呢啲國際協議咧更加係頭等一等大事，就冇可能咧，或者唔好話冇可能，係唔應該咧，再到臨門一腳係嘛？仲要喺咁公開嘅場合、咁多媒體面前咧，再有啲乜嘢啲條件要更改啊，諸如此類。因為呢啲條件更改咧，其實並不是話單方面提出，另一方面就焗住接受嘅。咁呢個當然最大問題啦，好多人都咁講噶啦。好啦，第二咧就係話，特朗普咧其實咧講嘅嘢咧，我相信咧大部分即係我自己感覺上啦，大部分都冇錯嘅。佢都盛讚烏克蘭嘅士兵係嘛，佢好勇敢嗱。但係咧就呢個當然啦，佢講緊佢嘅士兵就不包括澤連斯基啊。咁澤連斯基亦都講回應翻，我一路都好感謝美國嘅人民係嘛。咁但係佢又唔係話感謝美國總統係咪啊？咁呢個咧即係其實大家咧係一個大家喺現場睇到佢哋講嘅時候咧，或者睇翻啲字幕版啊，你會見到咧其實咧佢兩者咧佢對兩個喺呢一個嗰個對話嗰度咧，其實咧係互相回應緊。你冇錯啊，你唔尊重我時，我都唔會尊重你嘅，咁樣係嘛？其實咧，我覺得係有啲嘢笑嘅成個場面。好啦，第三啦，就係話咧，澤連斯基咧就問特朗普，你有冇問過我哋烏克蘭嘅人民啊？係嘛？點樣睇停火啊？呢樣嘢啊？特朗普講咗一句，佢話：呢個唔係我應該做嘅，係嘛？呢個佢即係簡單嚟講呢個根本就唔關我事，係咪先？而家你俾人打啊嘛，你俾人打關我咩事？其實我有權唔理嘅。咁收尾咧，去到後段咧，佢都有講啊。咁我哋唔理啦，係咪啊？咁等歐盟處理啦，係咪？你自己處理啦，好似冇講等歐盟處理。佢話咁你等你同俄羅斯繼續打落去咯，係咪啊？咁你俄羅斯就會將你消滅，係咪？好快就你冇我哋嘅武器資助啊，2個禮拜內場上就會結束，而個結果咧就好難睇咁樣。咁澤連斯基都話啦，冇錯普京都同我講過3日之內可以將我哋搞掂咁樣，係嘛？特朗普都話或者更快係嘛？都講過呢啲咁嘅説話。嗱，好啦，呢句説話代表啲咩咧？就係話特朗普講得好清楚，話而家你講緊嗰啲嘢咧，就唔係我關心嘅一個主題啊！你唔好攞咩你嗰啲你啲人點睇啊？你啲人點睇？你話俾我聽得啦，係咪啊？唔使我仲係要去問啦！我咁大個美國總統，我仲要走去顧下烏克蘭啲人點睇，又走去顧下俄羅斯人點睇，又走去顧下德國啲人點睇，係嘛？使唔使顧下香港人點睇咧？又使唔使顧下啲中國人點睇咧？係咪啊？呢個冇需要嘅，真係事實上係嘛？呢個冇必要應該話，應該冇需要。咁你哋烏克蘭嘅人點樣睇停唔停火，根本就唔係Donald Trump嘅考慮。Donald Trump嘅考慮就淨係話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停火啊？呢個咧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即係澤連斯基咧根本就錯咗個重點啦已經。好啦，最後嘅一幕咧，你見到咧副總統曼斯就拍一拍特朗普嘅手臂。嗱，呢一個身體語言咧，其實咧我覺得咧係有個好重大嘅含義嘅。點解咁講咧？嗱，大家
去試幻想一下，喺咩情況底下你會拍一拍一個人嘅手臂咧？嗱，呢個動作咧包含咗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話，通常咧係一啲兩個人之間身份或者地位相對比較高嘅一方咧，就鼓勵地位相對比較低嘅一方，喂，做得唔錯，幾好咁樣係嘛，拍一拍佢，以示鼓勵係嘛，或者以示獎勵，甚至乎係好啦。但係好明顯，曼斯作為一個副總統，身份地位都肯定比特朗普低啦，係咪？所以呢個情況曼斯鼓勵特朗普係唔成立嘅，OK， 講唔通嘅。好啦，咁啊，剩翻第二個情況啦，就係咩咧？如果身份地位相對比較低嘅一方去拍一拍身份地位相對比較高嘅一方嘅手臂嘅時候咧，佢就會講，即係個身體語言啊，就話俾對方聽，喂，好彩有你啫，大佬係嘛？你喺度拆掂咗呢件事係嘛？好彩你喺度，如果唔係咧，我一個人可能真係搞唔掂。嗱，呢件事咧就唔係話俾大家聽，喂，阿曼斯去拍 Donald Trump 馬屁，唔係去擦佢鞋啊，而係咧顯示出曼斯對呢個特朗普嘅敬仰、敬重、尊敬，甚至乎咧或者叫忠心啊！大家咧，我就會用呢個角度去解讀嘅，唔知大家點睇啊？大家有唔同嘅意見，當然可以歡迎咧喺留言板留言啊！嗱，我察覺到呢幾個問題先，首先好啦，咁點解個標題會話喂西方文明國家共同富裕咧係咪歐盟即將解體咧咁樣？嗱，而家好明顯咧，特朗普之前一路傳出嚟嘅協議咧，都係話咧唔係美國本身去介入呢一啲稀土剩啊，只不過咧佢係話咧佢會揾美國揾啲公司揾啲機構揾啲財團走去咧就開採，就唔係美國自己開採。不過美國都會負責咧係嘛，話維持一啲秩序諸如此類咁樣。嗱，特朗普咧好明顯而家咧其實都唔係。當然佢唔會希望咧將美軍擺落去呢次咧戰爭，直接擺落呢個戰爭裏邊嘅。嗱，而俄羅斯亦都講得好清楚，普京亦都講得好清楚噶啦。早幾日啦，佢話喂，我哋都有好多稀土資源，不如你又嚟幫我哋開採下嗱。咁俄羅斯已經好明顯咧釋出咗一個意圖，就係話其實而家我都要錢啊，大佬，我打幾年，你估我唔傷啊？我都5、6、7傷啦，係咪？咁竟然有人就走去問咧，就話喂，如果佢哋違反停戰協議諸如此類，咁點算喎？係嘛？嗱，呢個咧就即係其實你如果明白而家雙方嗰個處境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喂，俄羅斯得到錢，喂，佢哋個國家其實俄羅斯都相對係比較窮嘅國家，大家都應該知嘅啦，肯定唔係富裕國家。喂，如果特朗普真係可以令到美國嘅資金或者美國嘅財團喺俄羅斯裏邊開採稀土係嘛，而有類似烏克蘭嘅模式賺到嘅錢就俄羅斯度建設啦，成日能夠令到俄羅斯嘅人民咧生活改善或者甚至乎叫富起來嘅話咧，我睇唔出點解普京要破壞呢個平衡喎，啱嘛？喂，作為一個領導者，你都係希望即係理論上都係希望自己個國家強大嘅啫，係咪啊？都係希望啲人民過得好嘅啫，冇理由一個領導者想自己啲人民食樹皮係咪 PK 嘅所謂係咪先？呢個講唔通嘅。咁如果特朗普做到呢樣嘢，普京又點解要打破呢個平衡咧？成件事嘅邏輯根本就唔啱㗎。OK， 除非特朗普普京真係傻嘅係嘛？真係咧就叫智障，甚至乎係嘛弱智嘅。咁但係當佢破壞呢個平衡嘅時候，咁佢頭先所講啦，佢嘅國民已經生活改善咗啦，咁仲會唔會支持佢去打咧？係嘛？佢啲軍官各樣嘢仲會唔會支持佢咧？得唔到一個支持，你可以話俄羅斯都係咧相對獨裁或者叫相對一言堂嘅國家係嘛？佢要打咁都冇得唔打㗎啦，啲軍官咁樣。但係事實上係咪真係咁咧？就算真係打，士氣又會點咧？係嘛？諸如此類好多問題嘅。你而家你打烏克蘭都打咗3年幾4年，喺歐洲幫助底下。如果喺一個出師無名或者甚至乎士氣相對更加低落嘅環境底下去打，究竟呢個情況能唔能夠打得贏，或者能夠得到佢哋嘅目的咧？你去侵略人哋，你一係就係為咗人哋個版圖，一
一係為人哋嘅資源嘅啫。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要強大，係咪？要希望咧令到個國家更加有錢啫，係咪先？呢個歷史上邊所有嘅侵略都係咁噶啦，無一例外嘅喎，應該係咪啊？你報仇咁樣有冇報仇咧？報仇唔係冇，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打得贏人嘅，報仇嗰個就唔係你係人哋啦，係咪先？呢個周星馳講嘅其中一套戲裏邊，大家應該記得邊套噶啦。咁所以咧，邏輯上、道理上係嘛，你都唔會覺得普京會再走去咧無端端就挑釁烏克蘭，甚至乎咧其他國家嘅。好啦，嗱，咁而家問題就在於特朗普拋出呢個條件，佢冇話美國要食晒，冇話美國要攞晒。佢冇話要自己獨吞，佢而家就話咧，喂，我下判係嘛，下放俾下邊啲僆自己搞啦，係咪啲企業你哋中意去做就去做啦咁樣，即係我嘅理解就係咁啦。好啦，咁即係話咧，純粹一個商業決定。嗱，既然係商業決定嘅話，咁咧當然佢就有權咧去選擇合作夥伴啦，係咪？嗱，而家問題就你見到阿特朗普討厭嘅係咩人咧？討厭咧叫左翼極左嗰班嗰啲咩支持咩大愛包容啊、全部平權啊，係嘛亂咁收嗰啲假難民啊、非法移民啊。記住係假難民同埋非法移民啊。OK， 嗰啲人啊，即係話咧，其實咧而家成個歐盟咧喺特朗普眼中咧都係咧不是一顧嘅。但係喺德國啱啱咧進行咗一個選舉之後咧，新政府咧已經講明咧就會對一啲移民政策各樣嘢咧開始咧就有啲轉變啦。而家個契機就係話德國好多一啲汽車出口嗰樣嘢咧，而家因為內地嘅電動車崛起而受到影響，好大嘅影響啦。德國嘅出口咧就爭咗好多啦。即係話咧，其實簡單嚟講啦，成個歐洲都冇錢嘅而家，包括英國在內啦，係嘛？但係你見施紀賢而家係咪呢3幾日咧對特朗普嘅態度咧又和顏悅色啦，係咪啊？又面對面嘅時候咧就完全咧就唔敢有咩惡言相向或者咧完全咧唔同澤連斯基唔同，即係佢都唔會覺得自己同特朗普可以平起平坐啦，更加唔會走去無端端走去馬斯克啦，係嘛？咁完全俾特朗普咧就俾足面嘅啦，叫做。好啦，咁而家問題就在於，英國已經脫歐啦嘛，係咪？而家特朗普咧理論上咧頭先所講啦，佢最唔中意嘅而家就係歐盟係嘛，嗰班咧所謂咧大愛包容平權係嘛，成日咧就將嗰啲同性戀LGBT 捧上天顧少數人利益而忽略咗大部分人利益嘅嗰班人啊。好啦，咁即係話咧，其實理論上咧，如果要挑選合作夥伴咧，你歐盟咧某程度上就唔符合資格嘅。好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歐洲諸國你要向特朗普或者你要向住呢一個烏克蘭俄羅斯嘅稀土嗰度咧分一杯羹嘅話咧，咁理論上咧就話俾人聽，喂，我哋咧唔係咁嘅，係咪啊？我哋個立場，我哋個態度咧，同而家本身歐盟嗰班人就唔同嘅，係咪啊？好啦，所以咧呢個咧可能係一個咧嚟緊一個黑天鵝嚟嘅。英國已經退出歐盟，你而家咁睇咧，佢翻入去，雖然有聲音話想翻入去，但係咧我相信翻入去機會唔大嘅。OK， 喺特朗普咁樣嘅處理事手段底下，好啦，如果而家講緊係嗰個德國呢個如果咧唔係假設係基於頭先以上嘅一啲論點嚟緊，因為一啲利益而發覺，喂，冇啦我要與特同行啦唔係與神同行，與特同行啦我哋咧都係咧靠美國穩陣係咪啊？喂，得到美國嘅庇蔭咧得到美國嘅護蔭就好過咧黐住歐盟就盞搞嘅，係咪？仲要繼續收難民都搞唔掂啦。咁咧德國都脫離埋歐盟嘅時候，究竟歐盟仲有啲乜嘢人？唔係咩國家可以去獨當一面咧，擔大旗咧？係咪指意法國咧？係咪啊？係咪指意意大利咧？咁樣係咪啊？呢啲國家有冇錢去供養歐盟嗰啲咁嘅官員諸如此類咧？係咪？如果德國都走埋嘅時候，我相信咧法國咧可能咧都唔會或者冇能力去支撐嘅歐盟咁更莫講話令到佢哋更加團結啦，更加壯大諸如此類啦，係嘛？咁所以你而家嗰個情況咧就開始咧有啲咁樣嘅走勢出現我見到
好啦，咁如果歐盟啊真係解體啊，或者啲大佬啊相繼走晒，得翻小國喺度嘅時候，咁呢個歐盟仲係咪歐盟咧？唔解體都殘廢啦，係咪先？咁呢啲小國嚟緊更加心驚膽跳嘅啫喎！依照頭先嘅邏輯，喂，普京隨時會或者如果萬一係嘛咁樣突然間又發癲出嚟咧，破壞啲和平協議，又就可以侵略其他國家，咁我作為小國咪好危險咯咁樣，咁佢更加需要咧就揾美國庇蔭啦，係咪？咁到時咧個情況就係咧，歐美會再次重新連結起嚟，但係中間就冇咗叫做歐盟，冇咗歐盟之後，究竟會發生咩事咧？呢個咧我留翻喺 Patreon 裏邊咧，慢慢同大家分析啊。好啦，今日講到呢度，想聽進一步分析嘅朋友，記得支持小弟收費頻道 Patreon 同埋圖片嘅 Facebook，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想聽更多分析嘅朋友，請支持我哋 Patreon。想揾我嘅話，可以喺下面聯絡方法度揾到我㗎。